睇住空無一物，但係打開門空間超大。嚟睇下呢個廚房嘅100個設計小心機，今日就分享俾你哋。1. 砧板直接架喺水槽上，方便晾乾。2. 備菜區太細，所以上方有安排咗一個摺疊備菜架，需要用嘅時候拉落嚟就可以放備菜碟同菜籃。3. 要備嘅菜比較多嘅時候，呢度仲有抽拉台面可以放嘢，非常順手。4. 碗碟都用拉籃收納，深處嘅嘢攞取亦都好方便。櫃桶入邊再分成上下層，裏面亦都完全冇浪費空間。5. 油鹽醬醋係直接用抽拉櫃收納嘅，做好飯就可以直接收埋去咗。6. 唔常用嘅調料都直接轉盤收納，咁樣就算係深處嘅嘢，搵嘢同埋攞取都非常方便，唔再有亂七八糟嘅調料堆積喺台面上，睇住都非常之舒服。7. 廚具亦都有專門嘅收納區，洗完晾乾之後直接可以掛喺呢度，關上門就唔會積灰啦。做台邊要用嘅時候攞取也好方便。8. 轉角嘅空間用大角度開門嘅五金，唔會浪費空間。左邊可以收納大桶嘅米麵油，右邊可以收納鍋具，攞取亦方便。9. 電飯煲用嘅時候可以抽拉出嚟，唔會影響到上面嘅吊櫃。米箱就喺旁邊，取米都非常嘅順手。10. 電飯煲下方嘅飯匙、筷子、刀叉嘅收納都係嚴絲合縫嘅。下期繼續分享更多設計小細節，記得 follow 我哋啊！